虽然现在放暑假，学生唔免到学校上课，但市府也是会照顾到弱势学生伫暑假期间的午餐需求。除了找餐饮商家合作，配合发送餐点以外，嘛有发予弱势学生餐券，方便因伫厝的附近使用。而且不只爱食饱，嘛爱食个营养。伫台南这次就有9位善心社家捐赠了10万罐的豆奶，予弱势家庭学生营养健康无假期。1、2、3。上！慈济基金会赞不赞？赞！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台南市有好多杰出的企业家，包括丰城公司、宏正公司、奇异公司、匠博公司、欣喜公司啊，这些非常具有爱心的企业，还有个人哈，还有慈济基金会的各位师兄，发挥爱心总共在捐赠了10万瓶豆浆。10万瓶豆浆大概价值好几十万元，能够帮助我们弱势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能够补充营养。那基本上弱势的孩子，我们每年的暑假，我们都会编列经费，提供60块的餐券，让他们来一天至少有一餐。但是除了正餐之外，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爱心人士他们提供的营养补充，可以让孩子有更好的这个环境。捐赠代表丰城建设董事长王志明表示，长期以来得到资助经费，亲近慈善工作，考虑到今年疫情尤为严峻，真侪弱势家庭学生更加需要协助，所以法院邀集另外8名基金会志工以及善心企业，共同参与这次爱心豆奶捐赠。我们慈济其实在提供孩子的这一些物资上，当然包括到平常的这一些食物，还有所谓的蔬果箱，那我也是希望给他们一个营养均衡的营养支持。那今年度也感恩也刚好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些善心的师兄姐，还有一些企业，他们也觉得除了吃饱以外，那在营养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来给这些学生一个更好的支持，所以今天才有促成，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提供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豆奶。那也希望这些孩子他们有一个营养健康的暑假。这10万罐的豆奶将会送予台南市府下受赠资格7406名弱势学生，每人12罐，为因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补充，也希望会当让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甲支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